1、2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正常你去做啦。喺做嘅期間咧，有啲嘢唔希望發生太多嘅，嗰個係咩咧？你隻手向後移動，我做一次俾大家睇。1、2，嗱呢個冇冇咯喎，1、2，咁樣向後移。頭先我隻手係直落㗎嘛，點解要直落咧？點解唔能夠向後移咧？因為我係想做到背闊肌嘅真正功能。背闊肌而家喺度咧，其實想做咩嘅咧？呢個係肩內收，我最想做肩內收。如果你做到下，由本來內收係咩意思咧？就係、個手踭一路入緊嚟身體，內收唔係咁樣嘅。咁已經係開始變咩咧？開始變呢個動作。呢個係水平外展，我唔想用水平外展，我做內收。咁嘅時間咧，呢度咧，我應該嗰個手踭咧係盡量向下拉嘅。當然你話點解我有少少向後，呢、個唔係大問題。但係如果你話你係明顯去到某個位咧，就向後啦。左邊，跟住一路咁樣向後